的心神要因为上主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就阿罗上主做大，三甲尊伊的名做悬，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288首，圣诗288首，请起立。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本丢彼拉多日来受苦，定十字架，埋葬，无因父。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在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庭，要对遐搁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礼的赦免，肉体的复活，永远的活命。请坐。甲用启应文62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62篇。既然恁甲基督必然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转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
伊是奇妙的上帝，伊是全能的上帝，伊是有慈悲佮有怜悯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万国万民拢要敬畏你，阮也要同声感谢学罗你。感谢你赏赐阮有日头、有雨水，佮有青翠的草坡，佮美丽的乡土，互阮毋免看入地面上的欠缺。你也赏赐阮管理地面上你美好的创造，但是阮人类自私自大，亏欠你的交托，互你美好的创造变色。阿爸爸啊，阮跪落在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更新使阮对你来疼心佮智慧，来管理恢复你美好的创造。亲爱的主，你是国外的主，你是赢过撒旦权势的主，化咒诅成做祝福的主。你是历史的主宰，阮国家社会虽然充满不公不义，世界各所在有天灾、战争的迫害，地虽然变迁，山虽然摇动，伫你的内面犹原有平安，有盼望。求你带领扶持阮的政府甲领导者，互你的公义、慈爱、和平的国度早日降临伫台湾这块土地甲世界各国。感谢你保守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佮引带阮聚集伫圣殿，同齐来孝念你的疼甲恩典。主啊，当阮亲近你的时，阮看见家己行为的罪甲心灵的误会，阮谦卑压落伫你的面前来承认阮显明的罪，佮有隐瞒伫阮内面只有你知的罪，由你来赦免清洁阮的心，阮需要靠你过得胜的生活，求你施恩赦免阮的软弱，帮助阮更新日子，合适主的款式。阮知，若无你的救赎，阮无法度成做一个新的人；若无时时跟缀你的脚步，阮无法度坚固阮的信仰。阮敬畏在你的面前，献上深深的感谢。求主赐阮智慧甲信心，行过种的试炼，互阮行伫你的旨意中间，成做一个你欢喜的人，也成做别人的祝福，欢喜来认捌你，来领受你的恩典。特别上帝，阮也恳求你亲自带领保守陈牧师、吴传道甲中集同工以及教会每一个会友，共同起造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彼此相疼合一的教会，也来疼惜阮的邻舍，用你的疼吸引人到你的教会，领受你的恩典，成做你的学生。阮也少年兄弟中有身体欠安、心神软弱、速度留学的，恳求主照个人的需要来安慰扶持，互因无失志，确信你的恩典够用。愿伫敬拜的大声，要用心灵甲诚实的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才着安尼，互上帝你的能力进入阮的会中，以及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感谢主，愿拜列以上的祈祷。此时，阮也要照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仔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腓立比书第3章4到14节，台语汉字本圣经277页。新约腓立比书第3章4到14节，台语汉字本圣经277页。虽是安尼，我也有通瓦靠肉体。若别人掠做有通瓦靠肉体，我就搁较有。我第8日受割礼，是以色列族的人，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照律法就是法利赛人，照热心就是捆着教会，照着律法的义就是无芳通嫌。若是平素做我的利益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粪扫，爱得到基督。我来长长踮伫伊，毋是有家己的义，出自律法的，就是对信基督的义。上帝为着信所赏赐的，互我捌伊甲伊过活的关联，以及有份伊的受苦来学伊的死，看袂通得到到伫迄个对死人中的过活。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完全独独走进前，看袂通得到基督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兄弟啊，我无掠家己，所以已经得到，独独专无一项，就是记得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所查的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赏。听杨博威传道讲道题目是效法圣徒，效法基督。为上山教会正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要分享的经文内面，使徒保罗所面对的是真麻烦的一个情况。伊呢，当时传福音的旅途伫要止煞，因为真简单，伊人无法度过叮当啊，伊互扣起来，下伫监里。伊所设立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却听到其他的传道者无共的教示。今仔日陈牧师去实际教会主理吼，嘛是其他的传道师来到遮吼，但是迄时保罗甲腓立比教会的情形吼，佫较危险。腓立比教会听到的是对同一个代志出现啥冲突的看法。什么代志啊？咱来看，若是今仔日经文佫较头前一组啊，第3章第2节内面，应该咧讲的代志，就是信徒是毋是应当爱受割礼，才算作是耶稣基督的军队者。这个割礼伫当时的犹太人中间是足重要的一个仪式。源头是创世纪第17章内面，上帝甲亚伯拉罕甲伊后代的查甫人，拢以割礼做一个约，一个约。割礼变做一个查甫人，是毋是属以色列人的重要的记号？但即摆耶稣基督已经来啊！伫基督内面，毋是靠下面即个肉体皮有挂条膜来决定是毋是属基督啊。保罗对第4节开始强调，伊是就是第8日就受割礼，属便雅悯支族。便雅悯支派，就是这便雅悯支派真厉害呢。伊就是以色列第一个国王，叫做啥？扫罗。保罗以前嘛叫做扫罗嘛，就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的支派。所以伊讲伊是上正港的希伯来人啊。这咧讲的就是伊先天生落来就有的地位，伫会经甲礼仪上，伊拢是上顺的啦。后一节伊佫继续讲哦，就律法来讲，伊属当时社会内面上方尊敬的法利赛派。
照热心捆着教会，互认为是上严格遵探律法的人，无芳通嫌啊！这是保罗后来出世以后，家己拍拼摕到的地位啊！这是伊今仔日伫社会学面顶啊，只有社会学的教授吼，我袂用伤操团，是社会学面顶是吼，家己摕到的，努力摕到的吼 ，achieve status， 家己摕到的地位。啊，保罗伫第5节、第6节。伊家己这伊天生生来就有的地位，家己拍拼摕到的地位，拢总是地位摆出来，是啥物意思？讲这代志，就是因为当时的罗马的社会足重视这，因为这的地位会决定你是啥物人，住啥物所在，甲啥物人来往，过啥物生活。地位名声有专门的一个字叫做 cursus honorum， 这个拉丁文，伫当时的社会是非常，毋是非常尔，应该讲是上界重要的代志。而且呢，罗马的社会是爱鼓励这个查甫人爱互相竞争，所以伊等于是一出来就是伊这摆落来就是咧讲，你看我保罗外敖搁外敖，我有地位。我赞，但是呢，这可能嘛是其他的这个传道教师所咧强调的。不过后一来，搁来第7节开始，保罗则讲已经改变啦，变做做我利益的这个代志，即马伊看做损害，而且毋但安尼，伊搁看万事做损害呢。这个损害甲损失，我伫遮投影片特别用红字来标出来。原文叫做热美亚，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是啥呢？这个字的真正的意思是啥？咱来参考新约圣经其他的所在，这个原文热美亚这个字是用伫啥物所在？比如讲《使徒行传》第27章，保罗的传教的旅途的上路尾手，伊要坐船从押去罗马。啊！伫这个旅途面顶呢，船拄着风影，啊，这个船长硬要行，保罗就甲苦劝讲，这船顶的这个物仔吼，拢会损失哦。你硬要行，拢会损失。这个损失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字。所以伊是专门咧强调实际的利益的损失咯。安尼对应的，就是伊即马看啥物做有益处的，伊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最有利益、最宝贵。伊爱得到耶稣，这个得到甲头前这个利益，其实是共一个字，共一个 root 叫 kardino。这个 kardino 伫圣经内面的用法，这个希腊文伫圣经内面的用法是啥物呢？竟然嘛是特别像是得到金银财宝呢。比如讲马太福音第25章，咱的主设一个比喻，伊讲有一个有钱人，伊的奴仆，啊，伊互伊5000两，啊去趁5000两，这个趁着5000两回来，趁着2000两回来，这个趁就是这个字，就呆喏。所以我咧讲啥？伫遮保罗毋管是讲损失，也是有利益。得到什么？这个短片内面，保罗咧讲的，竟然是上帝上世俗的利益。为什么？因为这对当时菲律宾的人一定足有感觉的。菲律宾这个城市的建立起头是耶稣降世前42年，一个罗马帝国形成上重要的大战——菲律宾大战。这个战争是为倒平面顶这两位乌大维该杀的继承人，伊甲该杀的副官叫 Mark Antony 联手，甲暗杀该杀。我找到网络面顶清楚，真迄就是暗杀该杀的，伊的好朋友叫 Brutus， 甲 Brutus 的朋友叫 Cassius。Cassius 甲 Brutus 两个人的军队甲
乌大维甲安东尼的军队伫菲律宾这个所在相战，有偌济人呢？两边照罗马历史的记录，两边各差不多10万人。哦，这毋若是伫当时啊，就伫今仔日就是足遥远是足济人吼，10万啊，20万的兵伫遮咧对决。一开始乌大维是互打败，但是安东尼的军团大胜利，所以后来决战是乌大维甲安东尼这边胜利，所以因就收编卡西尔斯甲布鲁特斯的军队，搁甲足济遮的兵啊，就改编伫遮。你就伫遮吼，就做事啦，分田给他，成立一个菲律宾胜利纪念殖民地，住伫遮的居民享受一切甲罗马公民相同款的权利。但是11冬后，乌大维甲安东尼咧相战啊。这个相战的所在，就伫菲律宾西南边差不多30-40里的所在，叫阿克廷。伫阿克廷的大战是倒两边咧相战呢？乌大维的军队甲安东尼甲伊的伴埃及的咧足有名的 Cleopatra。我找无 Cleopatra 较正，但是吼，咱这较记的 Cleopatra 可能是 Elizabeth Taylor 所演的这个吼，所以我用伊读。这场大战乌大维赢了，所以伊后来成做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叫 Augustus。伊嘛共款，伊伫即个所在，伊嘛收安东尼遮军队愿意投降过来的，就收吼嘛共款嘛改编一寡一个兵仔，就改编伫遮吼，要做事好，就去做事，战士受田证，所以啊，我要讲的是啥？赢了后，皇帝讲，恁着伫遮好好生活，可能住落来厝边是以前伫相战的时对面相台的呢，是无？安尼一个历史看落来，所以菲律宾城毋是有足济兵仔尔，是足济本地伫相战的时面对面咧相台的兵哦。但是有可能一开始战赢，譬如讲安东尼的部将，伊一开始战赢，乌大维的军团一开始战输呢，一开始战赢，上落尾一场战争战输，哇，足紧张。这个是皇帝讲开恩，你若愿意投降你嘛会当继续做罗马公民。所以因面对遮的人的是战赢的战败，因即马爱共同伫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内面共同生活，要安怎行落？所以伫第40甲第60，保罗提到讲，伊伫社会面顶原本会当享受的，自出世了就有的地位身份，后面佫讲到经济利益原因，就是伫遮，因为伫当时的社会，身份的关系优势是足现实的啊！战赢迄边甚至会当，战败迄边的兵仔真做努力啊！替伊服务，这毋是服务尔呢。咱讲当工伫遮服侍，这是服侍呢。努力是财产呢，无地位毋是人呢，都是财产呢。敢若咱的车啊，米啊，这个遥控器共款，一个米啊尔呢。所以这个身份地位是足直接连接伫现实的状况的，因会当继续落去，继续成做一个团体，继续落去。是因为皇帝施恩怜悯，因会当继续有公民的身份。保罗讲一大堆，伊伫当时会当享受好的权的地位、好的名声，伫遮转变做遮拢是有损害。目标是爱得到基督甲伊连结，造成这个转变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毋若是伊转变了后目标，伊后面讲上帝
向着耶稣基督为伊所设定的这一直咧跑走，这毋若是目标尔，伊启动这个转变的原因嘛是耶稣基督。咱搁来看保罗讲，伊带以前遮好的名声做有损害。银行内面的数字足大，这是损害。拜托你若即摆感觉这损害较正方面哦。对伊来讲，重要的剩一项代志，就是往基督为伊设定的目标直直去。为虾米？讲用即摆话来讲，伊即摆的即个优势会当大发财啊！伊竟然会当放落，佮讲这是有损害，即个有损害是虾米意思？损伫倒？我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爱为90几年前台湾的中部开始讲起，有一个女性，伊是西德克，当时伊互归纳伫青番咱内面有原住民的较歹势，我就用当时人民政府的用词。这个女性伊互规定伊互规定有几个名。伊一开始一出世，伊是福甲社头人的查某囝。一开始伊叫乌宾塔斗，乌宾互殖民者规定爱嫁互共族的模范犯人。模范即个囡仔真好读书送来平地读书后来伊就对因翁倒评这是真实历史的相片，正评这是10年前赛德克巴莱内面的乌饼是徐若瑄演的。伊嫁互共族的模范犯人，所以伊对翁的姓叫哈纳奥卡哈兹国，花冈出子。伊先生的名叫哈纳奥卡尼切洛，花冈二郎。咱知后来就发生一个事件，就是雾社事件。发生了后，哈纳奥卡就自杀了。留一个遗书，这是历史上伊用毛笔伫因的迄个榻榻米顶的迄个纸门面顶写，讲因两个真痛苦。伊甲伊一个一人伊七佬甲二七佬，因两个其实无亲情关系，就共族日本人规定，伊叫一个叫一人，一个叫二人，拢规定的啦。讲阮两个做警察，但是阮嘛是赛德克，阮实在真痛苦，所以留一个遗书自杀啦。乌饼甲其他的共族的刷去，这是电影内面因咧写迄个遗书。乌饼甲其他村内遮共族的刷到一个部落，叫川中岛部落，今仔日南投县的青鱼部落。几个月后，这电影就无特别演啦，但是其实佫较严重，就是日本警察心内感觉足无爽快，所以伊就让其他的原住民的部落来拍这青流部落，就是误写这个马赫普这个部落的村落遮的人刷去较山骹的所在，结果日本警察让其他的原住民的部落来甲杀，这是足恶的。因家己无要出手，让其他的原住民来。乌饼活落来，其实伊迄个时阵已经有心啦。伊后来生，伊即个翁哈纳奥卡留落来一个囡仔叫阿维达基斯，后来伊成做仁爱乡的乡长。但是伊讲一项代志，伊生产的时一直流血。确实的原因，咱今仔日毋知啦。总是咱知影就是生产有足侪足危险的代志，伊就一直流血，可能就要死。当时卫生所一个日本医生甲救一命，救伊所以救伊甲伊即个囡仔拢活落来。伊足感谢，伊甲即个赛德克巴莱即个剧本，伊有一个原著的叫巴万伊甲即个巴万伫玻璃的时巴万去甲猜伊甲
伊甲伊讲，我足想要知影这一本遗书，倒我要甲倒写，我真感谢。今仔日咱知即个遗书叫做这是迄个川中岛甲马赫坡的迄个图啦，就是日本人甲遮的妇女甲囡仔拢总刷落来较山骹的所在，但是刷落来无两三个月，佫叫原住民其他的部落去甲拍，去甲杀。这个医生叫做伊诺伊诺斯克，井上伊之助。这个伊诺的少年时是读神学院的，伊为什么来台湾读书做医生呢？因为因老爸互台湾原住民杀死。小等咧，你心内一定咧想，今仔日毋是原住民曙光奉献主日吗？那会总会请一个大哥一直咧讲原住民咧杀人的代志。耐心哦，你听完。1906年，伊拢会搁咧读神学院的时，有一日神学院办退休会，退休会啊，伫狮子路骹办退休会，大家咧唱诗歌，结果一暝，大家咧唱诗歌，电报来，来，出代志，你较紧去读。伊一读电报，目屎流落来，伊讲。电报是讲，伊伫花莲的即个开社咧做职员的爸爸伫花莲，因为臭树啊吼，采樟脑臭树啊吼，甲原住民的即个辛劳冤家，所以原住民一暝呢就出草，甲因老爸甲规办公室的日本人拢杀死。伊拢一听到即个消息是。足艰苦心，佮足受气。伊一开始的即个想法，就是伊就抓伊要为伊老爸报仇。毋过当届退休会主题就是爱你的冤仇人。结果伊就想到耶稣讲的马太福音内面的迄句话：两只撮少啊，减毋是卖一分银吗？若毋是恁的爸有准，一只也袂加老爸。甲保罗讲，罗马人书，无得互歹较赢，就用好较赢歹。伊雄雄就圣神甲感动啊，雄雄就决醒过来。当时嘛是有一项代志，就是因神学院的遮的老师甲同学。看到伊流目屎，就围过来，就牵伊的手，做伙唱诗歌，做伙祈祷。伫迄个时间，伊觉醒过来，伊认为因老爸的死一定有上帝的旨意，因为所以呢，伊就申请来台湾传教。日本政府马上就甲拒绝。为什么拒绝？日本政府的原因真简单啊，咱是。只信一个天照大神，信徒无传教这个理由啦。伊要申请这个 visa， 申请这个签证，袂用，无传教这项代志，所以伊才该去读医学院，该申请用做医生的方式入来台湾的山里，向原住民传教。这一传就是30几冬啊。伊是日本人啊，伫当时伊有足侪方式会当报仇，足侪方式。我后来读伊的书，伊内面就讲啊，伊讲伊伫清流的时，有一日日本警察来甲讲，同胞啊，你遮敢有毒药无？这毒药创啥？伊讲警察甲讲啊，同胞啊，遮吼拢是烦乱的烦恼啦，无啊，这拢囡仔你毋知影烦恼就烦恼。我甲你讲啦，医生，你互我药啦，我用啊，我帮你处理，你安心。足简单的啊，伊佫毋免家己动手呢，安尼外心安，药互伊就好啊，伊会帮你处理好势呢。这是毋是一个好机会？伊该安怎用？我是医生，我只有救人的药，我无杀人的药啊。若是平常
做我蜜月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各位会当思考，伫90几年前的台湾，做一个医生，而且佫是日本人，而且中部5县市，规台中州有几啊个西医。我的故乡台中，即马大家去车头前，拢会去观光一个所在，叫公园眼科尼亚哈啦。尼亚哈啦就是迄个时阵台中的一个医生啊。伊大个所在后来，互国民政府征收去做市长的官舍。啊，伊的诊所即马佫水甲安尼，你看做一个日本医生，偌好过，会当偌好过，伊选择啥？伊拢会选择是啥？伊走去上偏僻的山里咧传教，毋若安尼，当伊愿意甲这世间看来有利益的代志放落，其实是得到偷放的。伊无一直想着讲做医生会当有的迄个舒适的生活，伊无一直想中伊会当对台伊的同胞、台伊老爸遮的原住民报仇的好机会呢。伊是投身入去传福音，救人。伊佫是在生，伊是上早对日本总督建议讲，应当爱废除凡人即个称呼。伊讲咱日文遮凡人这袂用，因甲咱是共款的。哇，这无简单呢！一直到1994年，这毋是3包呢，这是原住民呢。兄弟姊妹，这离咱无远啦。就按算咱无像保罗遐有学问地位，无像Inosuke是医生，可能嘛无妨压迫，可能嘛厝里的人无妨杀害，但是咱为身躯边的代志开始，莫一直想讲世间看来有利益会得到，安尼咱会得到偷放。我讲伊拢的代志，伫今仔日宣教学的即个研究内面，讲实在，我讲坦白，我心内对伊传福音的一寡做法，我毋是介认同。你心内一定想，毋是介认同，啊，搁伫遮咧讲，我著讲一个咧，我读着伊转去日本，因为后来伊是决意要留伫台湾哦。日本战败了后，伊遥远申请要留伫台湾哦，但是政府无允准啊。恁这日本人一定要转，而且你是有官位的，因为伊受总督府的委托入去山地做医生嘛，伊是算是有官职的，这种一定要转去。伊转去，转去了后，伊写这个日记内面，伊写了2我一开始看无啊。伊讲啊，有啥物遗憾哦？就是啊，我来台湾嘛无啥物，我转来日本的时吼，嘛无啥物啦。哎，感觉吼对某实在是感觉对不起啊，我著摸3个翁仔转来，啊？摸3个翁仔啥？我后来才知啊，伊生3个囡仔，迄3个囡仔的恢复啊，生3个囡仔伫山顶啊，结果呢，可能打出事安尼破病啊啥？日本警察考劝伊讲，落山去救济，遮吼器材啥无够，结果即个人甲应讲。我服侍遮个塔卡萨国，遮个高沙，遮个原住民，因拢无落山，所以我要陪因，我无落山。结果就是安怎？摸3个翁仔转去日本，做甲安尼啊！我生对伊上生啊，即马才2岁半。我读着即载，我实在是足艰苦心啊！我袂安尼做。若阮囝破病，我一定拼死命，一定较紧去甲救济嘛，去甲救啊！贷款来包机去美国，我嘛愿意好无？结果，这个人，佫毋若一个呢，3个呢，这若我安尼做，阮某毋若甲我离婚啊，会甲我离世。离世间啊！但是但咱搁一遍想到遮个圣徒、遮个传教、遮个见证，咱就有力量去甲
去甲效法，才会模范，才有心啊，才拍拼。这就是效法基督啊！基督做一个尊贵的上帝独生囝，为咱这不配的人死伫十字架顶。有的时阵感觉这足远的，但是咱想到伫咱身躯边的圣徒，发生伫台湾的代志，伫咱身躯边的代志，伫石口、伫上山教会发生的代志，咱就有力量，咱就会当有力量，放落遐原本的迄咱会当安怎，咱会当安怎，莫一直去想讲，为什么爱去照顾遐的原住民的教会？为什么爱补助、爱照顾遮拢投互国民党的原住民的兄弟？为什么爱帮助成长遮慢的原住民教会？因是毋是无拍拼传福音？我伫总会时先听到迄种的声音呢。咱放下遮，因为足侪无合理的代志，莫一开始就人打讲人无拍拼，人无努力啊。因为上无合理的代志，就是拄则讲的，上帝独生囝为你为我死伫十字架顶，这上无合理啊。咱无安尼想的是，人反倒会当看见。伫迄个庄内，基督徒的人口占8成的庄内要传福音，同工搁甲传道者咧无爽快的时，传道者无法度甲放落呢，无法度就甲挖头讲你莫来。无要紧，因为伊一个钟头才60箍呢，才60斤60箍安尼。可能这个工是8公，3斤薄6节公安尼，伊袂用就甲放落呢，继续训练其他的小组长。迄有传福音面顶的困难，做事工的困难，甲咱伫都市的是无共的。咱放下遮，就会看见原住民做咱肢体一部分，咱就会当搁较专心、专意，做伙共同来追求属天的国度，实现上帝国这个目标来跑走。咱三家头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你历史历代呼召。这圣徒做你的见证，做阮的模范，鼓励阮。阮足侪时阵感觉家己无法度行这个属天的路的时，你兴起这个圣徒的见证，你互阮就受到激励，阮会当效法这个圣徒，亲像因效法基督你。阮嘛效法这个圣徒安怎效法你，阮就真正做你的门徒。感谢你，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做伙来读2遍今仔日的金句。若是平素做我的利益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利比书第3章第7节。若是平素看我的利益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利比书第3章第7节。那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43首。圣诗543首，请起立。
坐。奉献请庄普雅执事、陈明基执事、吴慧芳执事、廖美树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二点，今仔日是原住民曙光奉献主日，特派杨波伟传道前来讲道请安，多谢杨波伟传道。请兄弟关心奉献。第三点，今日下午12:30要举行宣教分享的祈祷会，请宣教组同工也是关心宣教的兄弟来参加。第五点，教育组年度曙光圣经手抄本新约旧约第一本，摩西五经甲旧约第二本，就是历史册，将再版印刷。要参与抄写的，请2月27日前蔡淑芬长老也是干事来登记6钱，一人一本补助，为补助一本为原则。牧区消息，但以理小组今仔日中午12:30要举行小组的聚会，欢迎大专以上甲社青来参加。再来就是集体关怀，咱蔡松瑞执事甲郭代妮姐妹定3月12日礼拜六上午10:30要伫教会举行结婚的礼拜，欢迎兄弟前来观礼。迄天中午12点要伫北利斯庄园绿地厅举行婚宴，要参加婚宴的人，兄弟请伫3月初5以前，敲电话来教会，也是伫1楼的公布栏来登记。过来是补充报告，咱建堂推广小组要做一个建堂的公布栏，咱请静怡长老来
说明公告栏的功能。好，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毋知今日大家来到教会的时阵，是毋是有发现咱教会1楼的公布栏有啥物无共无？好，我代表建堂的推广小组，互伫遮做一个报告，就是阮将1楼的公布栏变成一个建堂专属园地。吼，内底有建堂的消息，啊，阁有一寡进度报告，啊，阁有一寡趣味的活动。但是大家会当来看到，公布栏的正手边，吼有一个建堂的消息报告。建堂委员会若是有大细项代志要甲各位兄弟报告也是说明的，就会公布伫遮吼。中大家会当看到一个教会的形吼，这是咱今年2022年教会建堂奉献的进度报告吼。大家拢知影今年初步的目标吼，奉献是150万嘛吼。阮将20万当做一个坎站，你若是到一个坎站，你就看到讲，咱起一个楼梯啊吼。搁到一个坎站，你就看，咱起一个灶骹吼。搁到一个坎站，你就看咱起到2楼啊吼。所以大家就看就知哦，咱今年即马的奉献的情形吼。第三个伫公布栏的倒手边吼，有一寡趣味的活动甲问答题吼。第一摆的题目是我对教会的期待，我对教会的期待吼。我已经有看到有真侪兄弟伫顶头有写着一寡对教会的期待吼，期待会当有更较侪人参与决赛，期待教会会当诚侪溪口音乐中心吼，期待教会会当觉醒吼，更较拍拼为主做工。所以邀请各位兄弟会当做伙来吼，将你心目中对教会的期待写落来吼。阮伫边仔有一寡彩色的卡片吼，就亲像这个砖块的颜色吼，边仔有笔吼，你就当将你心目中对教会的期待写落来吼。后壁有双面胶吼，你就会当贴落来搭在壁，要怎搭吼，就亲像起一盏厝吼，你用前下头吼，慢慢的对下骹对边仔慢慢起起来吼，安尼就亲像咱即马做伙吼，同心来去做咱的教会吼，所以这个活动希望大家会当侪侪来参与，侪侪来关心，感谢。奉献的部分老创哦，请向中级来订正。有感聚会甲下周的圣工侍奉者，请家己看。即时咱来为咱兄弟姊妹来祈祷。第一项为世界、为台湾、为宣教师来祈祷。第二项为怀孕的姊妹孙培文来姊妹来祈祷。第三项为着肢体欠安的顿启善弟兄，搁蔡庄姐、明珠姐、俊生兄、邱局姐、邱玉姐、应轩姊妹、钟贵兄弟、庆和兄、秀文姐、志金姐、泽雄弟兄、岳钦姐、李霞姐、李兰姐、邓张如意姐妹、龚基姐、陈基雄长老、阿淑姐、怡丽姐妹、素梅姐、洪美姐、谢丁兄、平李姐、谢平兄、阿菊姐、郭元兄、东英兄、李丁姐、李丁姐、赵佑庄弟兄、阿菊姐，咱为着这肢体来祈祷，咱开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予阮圣日，而且来敬拜。透过今仔日经文，互阮知有主耶稣，阁有侪侪的属灵的前辈，互阮会当效法阮底因的骹步来行，互阮骹步无摇喘，四
信心搁较坚定，勇敢来向前行。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愿知愿亏欠上帝的交托，互阮的世界失去上帝创造的美好，求上帝恢复伊创造伊的美好。也为着台湾来祈祷，求主福音正声，在这个所在大大来响起，圣神大大来运行，互福音进入搁较侪人的心中，成做这个所在的祝福。也为着宣教师来祈祷，因伫世界无同的所在来宣扬上帝的福音，求主保守，看顾因有平安。阮也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保守，无论是住院，也是伫厝疗养的主拢来看顾甲医治。也为着怀孕的孙培文姊妹来祈祷，求主保守，伊对怀孕到生产一切拢平安顺利。也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接续无论是工课、事业、家庭、信仰，还是养育囝儿以及身体，拢交伫主的手内，恳求你引带使用。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来吟圣诗391首，圣诗391首，吟诗后请杨博的传道来祈祷，请起立。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感动，阮大家三甲伫地，为即时甲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